大家好，我係溫博士，我係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嘅講師。今日好榮幸有呢一個嘅機會咧，喺呢一度同大家去介紹一下自我關懷嘅應用。今天咧，我哋嘅分享咧，我哋會想去集中響自我關懷響人際關係裏面嘅應用。如果好多朋友同我一樣都喜歡咧喺週末嘅時候係睇電視嘅話咧，可能咧大家都聽過喺韓國有一個嘅實況嘅節目叫做《單身即地獄》。但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咧，地獄不單止係單身，即使我哋同其他人有所聯繫咧，對我哋嚟講都可能係一個壓力嘅來源嚟嘅。喺今天裏邊咧，我哋會去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喺人際關係裏面嘅兩種壓力嘅源頭。第一種嘅源頭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過分緊密，另外一種嘅源頭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疏離。兩者咧都會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製造咗一啲不必要嘅壓力。然後我哋會想去探討一下靜觀自我關懷嘅收集或者技巧，點樣可以喺我哋嘅人際關係裏邊咧，讓我哋更加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可以更加得心應手。靜觀自我關懷係嚟自2003年 Kristin Neff 同 Christopher Germer 所倡議嘅一個概念。原先佢哋講呢一個概念嘅時候，係希望讓我哋可以喺面對壓力嘅時候，有一個新嘅方式，一個更加健康嘅方式。後來嘅研究裏面發現咧，懂得自我關懷嘅人喺人際關係裏邊咧，佢哋係比其他冇咁懂得自我關懷嘅人咧，人際關係係更加優勝嘅。佢哋更加優勝嘅原因咧，唔係因為佢哋係一個比較順得人意嘅人，相反，呢一啲懂得自我關懷嘅人，佢喺佢哋嘅社交生活裏邊有更加多得心應手嘅感覺，係因為咧佢哋可以用自我關懷嘅方法去面對日常生活裏面人際關係裏面佢哋遇到嘅呢兩種唔如意，當中包括係與人疏離或者與人嘅關係過分緊密嘅時候，都會為我哋製造咗一啲嘅壓力嘅。喺我哋正式開始今日嘅分享之前呢，不如我哋都花一啲嘅時間去好好安頓自己嘅身心，讓我哋有一個開放嘅心同埋開放嘅腦袋，讓我哋咧可以接受新嘅知識、新嘅事物。喺呢一度咧，我想邀請大家揾一個讓你覺得舒適嘅位置，我哋可以坐低。坐喺樹嘅時候，留意一下你雙腳嘅腳板係咪可以平放喺地下上邊嘅，然後留意一下你嘅背部同埋你嘅腰係咪保持喺一個垂直嘅直線上高嘅。坐嘅時候咧，請你盡量保持身體係輕鬆自在，而唔係過分繃緊嘅。然後留意一下你兩邊嘅膊頭，我哋嘅膊頭咧每一日都承載咗好多有形同埋無形嘅壓力。喺呢一個嘅時候，我哋可以讓我哋嘅膊頭輕輕沉低落嚟，讓雙手可以放喺我哋嘅大髀或者膝頭哥嘅上邊。眼睛你可以輕輕咁樣合上，但係你亦都可以咧將佢打開。若果你係選擇打開眼睛嘅話，請你將你嘅視線咧放喺地下或者前面嘅一個焦點上高。留意一下你坐喺樹嘅時候，身體上邊有冇一啲讓你感覺得到唔自然、唔舒服嘅感覺。如果有嘅話咧，請你好好咁樣去調節一下你嘅身體，讓你可以坐得輕鬆自在多一啲。然後咧，請你將注意力帶去我哋嘅呼吸個處。呼吸嘅時候唔需要刻意快，但亦都唔需要刻意慢嘅，就好似你平時呼吸嘅時候一樣，按照身體自然嘅節奏同埋韻律，一呼一吸。留意一下呼吸嘅節奏，睇下佢係快嘅定係慢嘅，深嘅定係淺嘅。
然後留意一下呼吸嘅時候，喺你鼻尖嘅位置有冇感覺得到空氣嘅流動嘅呢？吸氣嘅時候有冇留意得到空氣經過你嘅鼻孔進入去身體？呼氣嘅時候又有冇留意得到空氣經過你嘅鼻孔離開你嘅身體呢？留意一下呼吸嘅時候，空氣嘅溫度。吸氣嘅時候係涼還是係暖㗎？呼氣嘅時候又係涼嘅定係暖嘅呢？然後請你慢慢將你嘅注意力由你嘅呼吸帶到去你嘅身體嗰處。留意一下，喺此時此刻，身體上面有冇一個嘅地方，有冇一個嘅位置，有唔自然、唔舒服嘅感覺？如果有嘅話，請你不妨將你嘅手輕輕放喺嗰個身體嘅部位上邊，讓呢一個身體嘅部位可以感受得到你對佢嘅關顧。我哋無需要刻意改變呢一個身體而家有嘅感覺，我哋只係用我哋嘅手輕輕去安撫呢一個感覺得到唔自然、唔舒服嘅身體部位。而家咧，我哋邀請大家咧，輕輕將手帶返去你哋嘅膝頭或者我哋嘅大髀上邊。感激自己今日花咗精神同埋時間去進行呢一個簡單嘅練習，好好關顧自己嘅身心。當你準備好嘅時候，你可以慢慢張開你嘅眼睛。如果你覺得可以嘅話，你亦都可以輕輕伸展一下你嘅身體，能夠知道自己嘅身體上邊有繃緊嘅感覺，然後好好去回應呢一啲身體上高嘅需要，咁樣做咧就係自我關懷嘅體現啦。希望喺呢一個嘅練習嘅過程當中咧，大家咧可以有一個少少嘅空間，去讓我哋喺繁忙嘅生活當中咧停低落嚟，好好留意自己身體嘅需要。喺我哋解決人際關係上面遇到嘅問題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我哋需要去留意嘅，就係我哋自己都要好好管理我哋自己當下嘅情緒。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哋每個人咧都係一個嘅容器。當呢一個容器喺每一天裏面承載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經驗、唔同類型嘅感覺嘅時候，如果我哋冇一個疏導呢一個容器嘅功能嘅話，我哋呢一個容器好快咧就會滿瀉。喺人際關係裏邊，如果我哋身體裏嘅呢一個容器滿瀉嘅話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內在嘅壓力或者自身嘅壓力咧轉介咗去人際關係嘅裏邊。如果當我哋嘅自身嘅壓力進入咗去人際關係嘅範疇裏邊咧，我哋亦都會咧不自覺地咧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製造咗更加多有機會造成壓力嘅一啲嘅時刻。開始嘅時候，我哋講過喺我哋嘅人際關係裏邊咧，我哋有兩種嘅壓力。第一種嘅壓力咧，就係喺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裏邊有一種疏離嘅感覺。唔知大家喺你嘅生活裏邊有冇相似嘅經驗？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我哋都有啲時候有一啲嘅對象，有一啲嘅人物，你內心裏邊咧好想同佢好好溝通，或者好想同佢咧建立一個良好嘅關係。但係往往咧，事實同我哋嘅想法咧就相違背嘅。我哋講到兩個人嘅相處，因為我哋兩個人都係嚟自唔同嘅背景，有唔同嘅生活嘅體驗，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嘅價值觀或者我哋對事物嘅睇法可能會有唔一樣。人際關係裏面嘅好多嘅壓力，
往往就係源於呢一啲我哋大家嘅一啲看不見嘅不同。喺每一段嘅唔如意嘅人際關係嘅背後，或者響疏離嘅人際關係嘅背後咧，其實咧都隱藏咗一啲好多我哋個人嘅不被滿足嘅需要。好多呢啲不被滿足嘅需要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情緒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嘅。譬如話，我哋可以用嬲怒嘅方式去表達一啲不被滿足到嘅需要。舉個例，當家長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發現小朋友唔聽自己話，甚至乎咧有一啲即係唔聽話嘅狀況，駁嘴或者咧有一啲反叛嘅行為。作為家長，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內心裏面都有唔好嘅諗法或者唔好嘅感受，因為咧覺得小朋友或者小孩子唔尊重我哋，唔聆聽我哋嘅說話。好普遍嘅情形咧，就係家長就會用一種嬲怒嘅形式去表達呢一啲嘅不滿。我哋會對小朋友大叫，我哋會對小朋友發脾氣。呢一個嘅憤怒嘅背後，其實唔單單係我哋對呢一個狀態或者對呢一個事情嘅不滿，背後咧其實亦都包含咗我哋內心裏面想要被對方尊重、想要被對方聆聽嘅呢一啲嘅需要。但係好多時候喺我哋嘅狀態滿瀉，或者喺我哋嘅狀態唔係好理想嘅時候，我哋往往咧都會用咗一啲比較破壞性嘅方法，例如嬲怒嘅方式去表達。但係其實我哋有冇想過，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較溫柔或者其他不同嘅方法去表達內在呢一啲不被滿足嘅需要嘅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開門見山咁向對方表明，我好想你而家聽我講說話，或者咧，我覺得咧你剛才做嘅嗰啲嘅事情俾到我一啲唔尊重我嘅感覺。我哋可以試下想象一下，當你同另外一個嘅人去建立一個嘅關係，而喺呢個關係裏面咧，你覺得對方唔聆聽你講說話嘅時候，你用嬲怒嘅方式去表達，定係還是你如實咁話俾對方聽，呢一刻我好想你靜低落嚟聽我講嘢。你覺得邊一種嘅表達方法係更加容易讓對方去安靜落嚟去聽你講嘢嘅呢？喺日常生活裏邊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選擇咗用憤怒嘅方式。用憤怒嘅方法咧，可能咧讓我哋咧即刻有立竿見影嘅果效。譬如話，當對方唔聆聽你嘅時候，你用一個憤怒嘅方式表達，對方喺嗰一刻可能就會停低佢做緊嘅嘢，或者停低佢講緊嘅說話，去聆聽你嘅說話。雖然憤怒可以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咧，讓我哋得到對方嘅關注。不過咧，憤怒亦都會為我哋咧造成咗好多人際關係裏面嘅一啲負面嘅影響嘅。我不如問下大家，有冇朋友喺日常生活裏面試過界損手、界損腳嘅呢？當你界損咗自己之後，傷口係咪會慢慢復原㗎？傷口復原咗之後咧，可能我哋未必會再見到佢哋。但係你就可以諗一諗，有冇曾經有一啲嘅時刻，喺你嬲怒嘅時候，你衝口而出講咗一啲嘅說話，對方聽到呢啲說話嘅時候咧，佢將呢啲嘅說話咧記住喺內心裏邊一段好長好長好長嘅時間。即使大家嗰個嘅爭拗或者嗰個嘅問題可能已經唔再存在，但係當刻你講嘅嗰句說話咧，亦都可能喺對方嘅內心裏邊咧留下咗一個我哋見唔到嘅傷痕。所以雖然憤怒嘅表達方法係可以咧立竿見影，讓對方停低落嚟，或者讓對方咧可以短暫地咧俾你所需要嘅關注你，但係長遠嚟講，憤怒為我哋造成咗更加多嘅人際關係裏面嘅一啲嘅摩擦，或者更加多嘅人際關係裏面嘅呢種嘅不安。所以如果我哋喺人際關係裏邊可以好好善用自我關懷嘅技巧咧，我哋就有更加多嘅空間去承載自己呢啲嘅感受，而讓我哋咧亦都有更加多嘅空間咧，可以轉換另外一種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內裏呢一啲不被滿足到嘅需要。我哋要能夠表達到我哋呢啲內在不被滿足到嘅需要，我哋首先要做嘅就係你要知道自己內心裏邊有呢一啲嘅需要。喺另外一個嘅短講裏邊咧，我哋提過，
自我關懷有3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其中第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就係我哋能夠覺知當下，知道當刻你自己內心身體嘅需要，然後我哋知道呢一啲嘅需要咧，同其他人都一樣。換句話嚟講，當你喺人際關係裏面感覺得到嬲怒嘅時候，如果我哋可以想一想，其他人喺同樣嘅情況裏邊，佢哋都好可能會有相同嘅感覺，或者會有相同嘅反應。喺當下嘅呢一刻，你就可以作出一個更加明智嘅選擇。舉例，我哋就可以好似安慰朋友嘅時候一樣去安撫自己。我哋亦都可以誘導朋友去講佢哋內心說話嘅方法，去讓自己講出你內心裏面最想對方要聽到嘅說話。如果我哋喺人際關係裏邊可以善用呢一個自我關懷嘅技巧，或者善用自我關懷呢一個概念，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嗰種嘅疏離嘅感覺係可以拉得越嚟越近。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當我哋懂得去自我關懷嘅時候，我哋慢慢會覺得我哋同我哋溝通緊嘅對象其實係2個可能係一樣嘅人。雖然我哋有好多嘅地方我哋會唔一樣，你哋嘅高矮肥瘦、性別、頭髮顏色等等等等，宗教背景可能唔一樣，但係2個人，我哋兩者之間其實係有一啲嘅狀況係將我哋聯繫起上嚟嘅。呢一個其中一個嘅狀況就係我哋彼此都有被彼此需要嘅呢一種嘅渴望。喺2個人嘅相處裏邊，如果有一啲不被滿足到嘅需要，其實我哋大家咧喺嗰個嘅相處裏邊咧都會有一啲嘅罅隙。所以自我關懷嘅練習咧就係讓我哋好好知道自己嘅需要，然後讓我哋可以好好製造一啲嘅條件，讓自己或者讓對方可以滿足到我哋呢啲不被滿足嘅需要。好啦，講到呢一度，我哋剛才嘅分享裏面，我哋提及過，其實仲有另外一種人與人之間關係嘅一種嘅壓力，就係2個人走得太近。走得太近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將對方嘅苦難或者將對方嘅不信心嘅事咧，我哋看得太着緊，着緊到一個嘅地步咧，我哋將對方嘅不信心轉換成為係我哋嘅不信心。喺好多從事助人專業或者做照顧者嘅朋友，好經常都會遇到相似嘅問題。譬如話，若果睇緊呢一個短講嘅你係一位家長嘅話，可能你都會有相似嘅經歷。好多嘅時候，喺你教導小朋友嘅時候，你都會將小朋友能唔能夠學到你想教嘅嘢，而作為自己作為家長嘅一個嘅指標。換句話嚟講，我哋會將小朋友嘅表現咧看成為我哋係咪一個稱職家長嘅一個嘅指標。咁樣做，我哋就將我哋自己嘅自我價值同別人嘅成就或者別人所做到嘅嘢掛上。咁樣做，其中有一個嘅問題就係會當小朋友未能夠如願做到我哋想佢要做嘅嘢嘅時候，我哋就會懷疑自己係咪一個稱職嘅家長。長遠落嚟咧，慢慢我哋就會變得心力交瘁。同樣地，如果睇緊呢一個嘅短講嘅你係從事心理輔導或者助人專業嘅話，我相信我哋都有同樣嘅經驗，就係喺呢個工作裏面，你總會遇到一啲讓你好上心嘅一啲嘅個案。上心到一個嘅地步，就係呢個個案嘅安好唔安好咧，都成為咗你日常生活裏面嘅壓力嘅源頭。我哋好想嗰個嘅對象或者好想嗰個嘅個案去作出改變，但係有好多嘅時候，偏偏因為有好多嘅際遇，讓呢一個嘅個案咧未必能夠如願咁作出改變。去到呢啲嘅時候，我哋又會開始懷疑自己係咪一個稱職嘅助人專業。長期處於呢種嘅狀態咧，就會造成咗一種我哋叫做倦怠 （emotional fatigue） 嘅狀況。當我哋變得倦怠嘅時候，我哋慢慢會發現我哋對別人嘅耐性會慢慢減低，我哋內在一啲負面嘅情緒會開始慢慢累積。於是乎，喺走得太近嘅人際關係裏邊，尤其是喺一啲嘅照顧者嘅關係裏邊，我哋慢慢會發現一個嘅狀況，就係擔當照顧者嘅嗰位嘅朋友，
一路有好多埋怨，但係同一時間佢亦都覺得自己離不開呢一個照顧別人嘅呢一個嘅關係。長久落嚟咧，就會為我哋嘅身心咧造成咗好多負面嘅影響。自我關懷嘅練習咧，讓我哋知道我哋照顧緊嘅呢一個嘅對象同我哋都一樣，有我哋自己嘅難處，有我哋自己嘅際遇，讓我哋明白得到，即使你有一個好好嘅意圖，想要對方去改變，其實對方都未必一定如願可以就住我哋想要去改變嘅嗰個方向去發展嘅。舉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大家就會明白呢一個嘅道理。大家有冇試過喺日常生活裏邊種一啲嘅小盆栽，或者種一啲嘅植物嘅呢？我哋點樣先能夠令到呢一個嘅盆栽，或者令到呢一棵嘅植物可以茁壯咁樣去成長呢？當然，我哋作為呢一個盆栽嘅擁有人，我哋可以每一天為佢淋水，我哋可以為佢施肥，我哋可以為佢提供陽光與空氣，但係單單呢一啲嘅狀況，係咪真係足以令到呢一棵嘅植物或者呢一個嘅盆栽可以茁壯成長嘅呢？當呢一個嘅盆栽未能夠如願茁壯成長嘅時候，我哋會唔會走去怪責呢一個嘅盆栽，或者怪責自己嘅呢？但係相反，如果將呢個嘅盆栽換成係一個你要照顧嘅對象，我哋有好多嘅意圖，良好嘅意圖，希望對方可以作出改變。但係當對方唔作出改變嘅時候，我哋內心裏面就會有一啲嘅怨氣啦。呢一個情況咧，就係因為我哋同我哋被照顧嘅嗰個嘅朋友或者嗰個嘅對象咧，我哋嘅關係走得太過緊密到一個嘅地步，對方嘅苦，對方嘅唔信心，變成係你嘅苦，你嘅唔信心。所以喺自我關懷嘅學習裏邊咧，我哋有一個嘅練習咧，就係透過我哋嘅呼吸同埋心底裏面向自己同埋對方送上祝福。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慈心嘅練習咧，讓我哋建立起一個同他人同埋同自己一個更加健康嘅關係。喺今天嚟到呢一度咧，我想邀請大家同我哋一齊去體驗呢一個對自己同埋對他人嘅慈心練習。可能你會問，乜嘢係慈心呢？慈心嘅定義咧，就係一個嘅意圖，就好似我哋新年或者我哋喺一啲唔同嘅節喜慶嘅場合，我哋向一啲嘅朋友送上祝福嘅時候一樣。呢一啲嘅祝福咧，佢唔一定要係達成到先叫做係圓滿嘅。呢啲嘅祝福就係喺我哋將呢個祝福送出去嘅嗰一刻，其實佢哋嘅工作已經完成㗎啦。就好似當我哋買咗個盆栽翻嚟，我哋努力去淋水，努力去施肥，我哋嘅責任去到嗰一度，其實就已經完全完成㗎啦。即使嗰個嘅盆栽或者嗰個嘅植物到最後咧未必能夠茁壯成長，但係我哋咧亦都唔會太過去怪責自己嘅。呢一個慈心嘅練習就係透過我哋內裏向對方或者向自己發送一個嘅祝願，希望透過文字同埋透過我哋呢一個嘅意圖嘅建立咧，去讓我哋嘅身心咧可以覺得輕鬆自在多一啲。今日喺呢一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簡單嘅版本嘅一個慈心祝福嘅練習。喺呢一個嘅練習裏邊咧，我哋會首先學會留意觀察自己嘅呼吸，然後咧我哋會將我哋嘅注意力先放響我哋嘅吸氣個處。當我哋吸氣嘅時候，我哋喺內心裏邊咧，可以為自己送上一個你對自己嘅祝願，譬如話你可以祝願自己活得平安，你可以祝願自己活得快樂，你可以祝願自己活得健康，你亦都可以祝願自己生活過得自在。當我哋祝福完自己之後，我哋會慢慢將我哋嘅注意力咧帶去我哋嘅呼氣個處。當我哋呼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剛才儲起咗嘅嗰啲嘅祝福，我哋會將佢透過我哋嘅呼氣咧，送去俾一個喺今天此時此地你想關顧嘅嗰個嘅對象。呢一個對象可以係你嘅家人，係你嘅朋友，可以係你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咧係你一個關愛嘅寵物。我哋希望透過呼同埋吸傳遞
同埋接收呢一啲嘅祝福，係讓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培養我哋對自己嘅關懷。事不宜遲啦，我哋喺呢度咧想邀請大家一齊同我哋去進行呢一個嘅體驗。請你揾一個舒適嘅位置，安頓好你嘅身體。如果你係選擇坐響樹嘅話咧，請你留意一下你嘅腳板係咪平放喺地下上高，你嘅膊頭、背部同埋腰係咪處於一個放鬆垂直嘅直線上邊？雙手輕輕掂住大髀或者膝頭。如果可以嘅話，請你輕輕咁樣合上你嘅眼睛。喺進行呢一個練習嘅過程裏邊，你可能會有分心嘅狀況，但係請你知道，分心係每一個人都會經歷嘅狀態嚟嘅。如果你留意到自己分咗心嘅話，你可以先停一停，準備好嘅時候，再一次返返去我哋呢個嘅練習裏邊。而家請你跟隨我哋一齊去做3個有節奏嘅呼吸。呼吸嘅時候唔需要刻意快，但係亦都唔需要刻意慢嘅，按照身體原本嘅節奏，一呼一吸咁樣就可以啦。留意一下，此時此刻你嘅身體有冇一啲嘅部分，讓你感覺得到繃緊、唔自然、唔舒服嘅。若果有嘅話，請你調節一下你坐嘅姿勢，務求讓你喺呢一個嘅練習裏邊咧，可以坐得輕鬆自在嘅。若果你覺得合適嘅，請你將手輕輕放喺你嘅胸口上邊，留意一下呼吸嘅時候身體嘅起伏。留意一下手心嘅溫暖，或者留意一下你自己嘅心跳。繼續保持住有節奏嘅呼吸。留意自己嘅吸氣，亦都留意自己嘅呼氣。如果你嘅手感覺得到疲倦嘅話，你隨時可以將佢放低落嚟。當你有需要嘅時候，你亦都可以隨時將手帶返去你一個身體部位嘅上邊嘅。而家請你慢慢將注意力帶去你嘅吸氣個處。細心留意每一個嘅吸氣，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咧，亦都可以喺吸氣嘅同時間咧，為自己送上一個此時此地你需要嘅祝福。你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時候，喺內心裏邊，去為自己講一句喺呢一刻你最想要聽到嘅說話，一句讓你可以覺得身心舒暢、平安自在嘅說話。留意一下，當你為自己送上呢一啲祝福或者祝願嘅時候，你內心有嘅感覺。你可以嘗試祝福自己快樂，你可以祝福自己健康，你可以祝福自己平安自在。
讓你嘅吸氣同埋呢一個你對自己嘅祝願可以充滿你嘅內心，讓你喺呢一刻可以感覺得到你對你自己嘅呢一份關愛。然後慢慢請你將注意力咧由吸氣嗰度帶到去你嘅呼氣嗰處。而家請你慢慢將你嘅注意力由你嘅吸氣帶到去你嘅呼氣嗰度。感受一下呼氣嘅時候，身體裏面、內心裏面你有嘅感覺。可以嘅話，亦都請你喺呼氣嘅時候，喺你嘅腦海裏面去想像一個你今天想要去祝福嘅對象。呢一個對象咧係一個仍然在世嘅朋友、家人，或者任何你想要祝福嘅人。請你喺呼氣嘅時候，喺你嘅內心裏邊，將你對呢一個對象嘅嗰種關懷或者關顧，透過你嘅呼氣將佢傳送出去俾呢一個嘅對象。你可以祝願佢快樂，你可以祝願佢健康，你亦都可以祝願佢平安自在。嘗試留意一下，當你送上呢一個嘅祝福嘅時候，你內心裏邊可能會有嘅感覺。而家我哋想邀請大家將你嘅注意力由你嘅呼氣嗰處慢慢帶到去你嘅呼同埋吸，留意一下呼吸嘅循環，留意一下你吸氣嘅時候可以好好關顧自己，呼氣嘅時候可以好好關顧心裏邊你想要關顧嘅呢一個人。吸一口氣，為自己送上一個嘅祝願；呼一口氣，為對方送上一個嘅祝願。請你唔好忘記，當你要去祝願關顧對方嘅同時，亦都唔好忘記咗，你都同時有關顧祝願自己嘅呢一個嘅能力。吸氣嘅時候，好好關顧自己；呼氣嘅時候，關顧呢一個需要你嘅人。而家我哋邀請大家輕輕放開呢一個嘅練習，喺內心裏邊感激自己今日花咗精神時間去進行呢一個嘅試驗，進行呢一個嘅探索。喺往後嘅日子裏邊咧，你隨時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呼同埋吸嘅練習去祝福自己，祝福別人。當你準備好嘅時候，你可以慢慢張開眼睛，然後請你帶住呢一個平安踏實嘅感覺返到嚟當下嘅此刻。當你打開眼睛嘅時候，你可以輕輕喐動一下你嘅身體，好好照顧一下你呢一個嘅身體。我哋希望喺呢一個嘅練習嘅過程當中，大家可以明白得到，我哋有照顧自己，
亦都有照顧他人嘅能力。當你下一次喺你嘅生活裏邊遇上一啲人際關係裏面因為走得太近而遇到嘅困難嘅時候，你可以翻返嚟呢一個吸氣嘅時候關顧自己，呼氣嘅時候關顧他人嘅呢個練習裏邊，讓我哋喺生活裏邊可以培養關顧他人同自己嘅呢一個良好嘅意圖。喺今日我哋呢一個嘅短講裏邊，我哋提及過兩種唔同類型嘅人際關係裏面嘅壓力，當中包括人與人之間疏離、不被看得見、不被聽見嘅嗰種嘅唔如意。我哋亦都有提過，因為兩個人走得太近，互相牽連起上嚟嘅嗰種嘅唔如意。我哋面對呢一啲人生裏面人際關係裏面嘅種種唔如意，我哋除咗可以用一啲破壞性嘅方法去表達，或者用一啲剛烈嘅方式去表達之外，其實我哋亦都有另外一種嘅選擇，可以用一個溫柔、充滿關顧嘅方式去回應。最重要嘅係，我哋知道你同你要去照顧嘅嗰個對象，或者你同令到你唔信心、唔如意嘅嗰個對象，我哋大家都遇到相同嘅狀況、相同嘅困難。或者換個角度去諗，當我哋下一次喺人際關係裏面遇到唔如意嘅時候，我哋可以先靜一靜，先停一停，回想一下，其實喺我哋嘅生活裏邊，我哋都有冇一啲嘅機會喺我哋不知情嘅情況，或者喺我哋唔覺意嘅情況底下，讓到身邊其他嘅人佢哋生活都有唔如意嘅狀況嘅呢？若然係咁嘅話，我哋同嗰個讓你唔如意嘅人，其實我哋都共同擁有一個嘅經驗，就係我哋大家都曾經試過喺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咧，去成為咗他人嘅壓力嘅源頭。如果我哋有呢一個嘅覺察，或者我哋有呢一個嘅洞察嘅話，我哋或者可以對呢一個讓你生活裏面感覺得到唔如意嘅人，我哋可能有多一份嘅諒解，多一份嘅關懷。好啦，講到呢一度，我哋呢一個嘅短講就到此為止。希望喺往後嘅日子裏面咧，大家嘅生活可以輕鬆自在，亦都希望喺未來嘅日子裏面，我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同埋空間，可以同大家分享自我關懷嘅技巧，同埋佢哋可以點樣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應用。多謝大家。